大家好，感謝你哋收聽由希淵生活日常。啱聽嘅觀眾希望能夠訂閱支持，歡迎加入會員。我發現原來我一日只可以睇2個鐘其他人嘅直播，一超出2個鐘就會令我唔夠時間寫正式稿出片，造成影片積壓。由於阿門近日嘅直播係非常長嘅，而且資訊性多，所以令我唔夠時間出片，實在抱歉。依家就開始講阿門喺5月12號嘅自身經歷爆料，以及河馬揾阿門幫手嘅摘要。阿門話佢細個嗰時係鍾意考試嘅，仲話唔使點溫書，因為已將平時上堂吸收嘅知識記住。當阿門成為老師後，佢嘅學生都話阿門講嘢有趣嘅。我都認同，因為語文科係冇得溫㗎。識嘅字係靠你平時學，寫作係講手法及感染力，說話就係講理據同表達方式，閱讀理解就係講求睇穿作者個心想表達嘅嘢，呢啲都係講求能力，冇得溫嘅。至於能力不足嘅人，唯有睇多啲文章嘅解釋，然後記熟佢，博士卷出正你記熟嘅文章咯。不過用呢個方法係要消耗大量嘅記憶，同要搏運氣。我記憶力就好差嘅，所以唔會用呢個方式去學習。所以我認為語文科首要係明白文法理論，第二就係要識得多字，掌握好呢2點就基本會合格。而理論呢樣嘢就要睇下你遇唔遇到個啱你嘅老師點醒你。如果老師唔啱你，你就會點極都唔明，但唔代表名師就一定會啱你，要睇彩數遇唔遇到。至於阿門講嘢係咪有趣，就見仁見智啦。我就經常聽下瞓着咗㗎，搞到要翻聽。講真，喺我嘅人生入邊，冇咩邊個老師教書時係可以用有趣嚟形容㗎。跟住阿門表示，佢阿哥喺人生嘅最後階段信咗基督教，係葬咗喺基督教嘅墓位。而阿門嘅爸爸係喺03年4月因沙士過身㗎。阿門用咗3萬蚊買咗個4人豪華政府骨灰位俾佢爸爸，而且抽到個位都幾好，位置唔高唔低，高度大約喺眼嘅位置。阿門又透露，佢媽媽遺願係將以前穿過嘅衫燒俾佢，絕對唔可以捐出俾其他人着佢嘅衫。阿門又話，未生齊8兄弟姊妹時，阿門5兄弟姊妹連同爸媽7人係住喺一間60尺嘅劏房。阿門當時係3歲，哇！60尺住7個人，環境真係好惡劣。睇返自己依家住緊嘅單位，不禁感到自己好幸福，亦都好慶幸自己冇俾多仔文化所波及。我真係好唔明白嗰時啲人點解人工唔係高，仲搏命生嘅。所以知識會令人有正確抉擇，冇咗知識嘅社會真係好可怕。阿門透露，杏兒係有同佢講過可以復合就復合，而杏兒係唔肯去旅行同返大陸㗎。不過同杏兒一齊嘅日子都過得幾開心。阿門話杏兒同佢分手嘅貼文，杏兒冇講晒故事嘅完全版本，但係阿門亦唔會講出完全嘅版本。咁我諗你哋其中一個一定係唔開心多於開心。如果唔係，點解會分手呢？除非係因錢銀問題啦。阿門話杏兒係嫌阿門脾氣大而離開，而杏兒已經俾返晒所有阿門送嘅禮物。阿門就留咗一啲杏兒嘅嘢做紀念。如果杏兒堅持攞返，阿門可以俾返所有嘢杏兒。阿門表示一般情況都唔會再借錢俾人。我記得阿門以前話過，同杏兒一齊住嘅時候，杏兒喺後面練唱歌，阿門就嫌杏兒嘈住佢直播而鬧杏兒嘅。阿門以前就聲稱係自己趕杏兒返屋企嘅，並唔係杏兒飛佢。另外，阿門話杏兒見到啲雞骨有少少洪水又唔食，食菜又係要食有機㗎。又話阿門煮嘢唔係太好食，成日喺度嫌3嫌4，令阿門好火滾。跟住我哋依家聽下杏兒嘅分手貼文係講咩嘢。杏兒話佢同阿門係喺冇仇恨糾紛下和平分手嘅。同阿門相處嘅戀愛階段，甜酸苦辣嘅滋味都有。杏兒感謝阿門嘅幫助同埋支持，同阿門相處曾經有美好歲月。雖然阿門主動送禮物俾佢，
但又主動要求還禮物。據我了解，阿門以前講過杏兒係差卡數㗎，阿門幫杏兒還咗，但冇講杏兒有冇還返錢俾佢。而喺呢一篇貼文中，杏兒特登提到阿門主動送禮物俾佢，但又主動要求還禮物，意味住杏兒想講阿門係有用禮物去引誘佢之嫌，一斷絕關係就話要攞返啲禮物，根本唔係真心送贈，而甜酸苦辣嘅滋味都有，即係暗示同阿門一齊並唔感覺到係完全嘅甜蜜，而曾有美好歲月係過去式。表示呢啲係以前嘅嘢，依家已經不在。嗱，呢啲就係高語文能力嘅人所寫嘅嘢。雖然表面上冇話你衰，但係字裏行間就感受到對阿門有所微言。雖然表面話冇糾紛，但實質上就感受到有糾紛喎。另外，阿門急住要交換返啲禮物，究竟係咪喺佢嘅心中都認為杏兒送俾佢嘅禮物係唔值錢嘅呢？如果係，咁即係表示阿門當初話杏兒啲嘢係大寶法王㗎，好值錢㗎，係為令杏兒開心而講出口不對心嘅說話。我諗阿門都係為咗利益而講大話嘅人，唔係咁可信。跟住講河馬尋求阿門嘅幫助，阿門話最近冇河馬嘅消息。阿門認為河馬因為想做生意而唔開直播。河馬對阿門講過想做嘅生意包括賣海味、髮型屋。河馬喺停播前叫阿門攞20萬出嚟夾份做生意，但係阿門冇應承。我認為阿門拒絕出資係可以理解㗎，俾你呢個學歷低、冇讀過商業管理、冇良好業績、負面形象大、多黑粉嘅人去搞生意，真係想賭錢落海咩？阿門又話見過河馬喺輝哥嘅頻道留言，話問輝哥借40萬打官司，話第二時會打工還錢。咁河馬，你去揾咗份工先好再問人借錢啊！嗰啲基層工你又唔做，你又冇學歷，嗰啲高薪嘅工又唔會請你。咁請問你點打得成功呢？阿門又聲稱河馬問過佢借2萬嚟搞離婚㗎，但阿門又冇答應。阿門認為河馬係有啲錢㗎，不過又冇河伯講咁多。河馬 YouTube 一個月搵萬幾蚊，但唔夠籌律師費。唔知係阿門估，定係河馬同阿門講佢搵到1萬蚊一個月嘅。照計1000點擊賺到10蚊廣告費，河馬平均每個直播4000觀看數，一個直播就賺40蚊，一日2直播就賺80蚊，一個月30日就賺2400蚊。邊度有成萬蚊咁多啊？一定係啲課金犀利，先搞到有成萬蚊。阿門認為河馬要做小姐或者做生意，先可喺短時間內揾到40萬律師費。阿門認為河馬不智，俾人搞就退縮。阿門叫河馬喺公屋直播，房署敲門唔開門就冇人知，指河馬冇智慧又唔會聽意見，而定時直播係俾人捉到時間嚟搞佢。呢個阿門真係點可以教人做啲違規嘅嘢嘅？我哋係要教人光明正大咁做人，並唔係教人瞞住其他人做違規嘅嘢。咁你做老師會唔會教人出貓？會唔會教人帶違規物品出入境？我話俾你聽，河馬喺間屋度直播講嘢，只要拎部手機出嚟睇下河馬係咪做緊直播。如果河馬係做緊直播，又喺間屋講嘢，就證明河馬喺間屋度做直播咯。第二點，房署可以聽下河馬有冇講嘢先，然後再敲門。邊個話一定規定要敲咗門先聽你有冇講嘢㗎？所以敲門唔出聲呢個做法係唔掂㗎。另外，閉路電視影到你冇出街，但係用手機見到你做直播，咁亦證明你喺公屋做直播。阿門哥，點解你啲邏輯能力仲衰過河馬嘅呢？令我有啲出乎意料之外喎。講真，你係咪有心加害河馬㗎？定係腦下滑咗呢？阿門又透露，河馬叫佢2次幫填 YouTube 盈利資料，但係 YouTube 當時係冇俾嘢河馬填㗎。阿門透露，河馬已經做地址認證，但係河馬未做銀行認證，所以冇下一步資料俾河馬填。阿門話 YouTube 最後一關就係填美國稅務資料。由於資料太多，
我需更加多時間去追翻進度，再一次為遲咗出正式影片致歉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感謝大家收聽。嗰個門哥都唔知喺度諗咩嘢嘅，人哋攞部手機同閉路電視對下，就知我係唔係喺屋企做直播啦。好似你呢啲咁低邏輯嘅人，返你阿媽度再生個啦。小姐，你食到啲蔗渣成地都係，我要票控你亂拋垃圾。哎唷，咩咁可憐，搞到要踎街啊！等我可憐下你啦。先生，聽講係你教佢喺公屋直播，搞到連間屋都冇埋，依家先至要踎街借喎。